第一课，周末你有什么打算？ Lesson 1. What's your plan for the weekend? 课文一，谈周末的打算。 Text 1. Talking about the plan for the weekend. 周末你有什么打算？我早就想好了，请你吃饭、看电影、喝咖啡。请我？是啊，我已经找好饭馆了，电影票也买好了。我还没想好要不要跟你去呢。生词： New words. 周末、打算、跟。专有名词： Proper nouns. 小丽、小刚。课文二，在家。 Text 2. At home. 你一直玩电脑游戏，作业写完了吗？都写完了。明天不是有考试吗？你怎么一点儿也不着急？我早就复习好了。那也不能一直玩啊。生词： New words. 一直、游戏、作业、着急、复习。课文三，聊旅游计划。 Text 3. Talking about the travel plan. 下个月我去旅游，你能跟我一起去吗？我还没想好呢，你觉得哪儿最好玩？南方啊，我们去年就是这个时候去的。南方太热了，北方好一些，不冷也不热。生词： New words. 南方、北方。课文四，准备去旅游。 Text 4. Preparing for their trip. 水果、面包、茶都准备好了。我们还带什么？手机、电脑、地图，一个也不能少。这些我昨天下午就准备好了。再多带几件衣服吧。我们是去旅游，不是搬家，还是少带一些吧。生词： New words. 面包、带、地图、搬。练习一，朗读下列短语和句子。 Exercise 1. Read the following phrases and sentences aloud. 一，打算。打算去唱歌。打算做什么？没有打算。周末你有什么打算？二，一直。一直写作业。一直生病。一直不高兴。你怎么一直玩？三，着急。很着急。不着急。别着急。你怎么一点儿也不着急呀？四，跟小狗玩。跟朋友去买东西。别跟他旅行。你能跟我一起去吗？五，带地图。
带饭，没带作业，还是少带一些吧。第二课，他什么时候回来？ Lesson 2. When will he come back? 课文1，下山的路上。Text 1. On the way going down the mountain. 休息一下吧，怎么了？我现在腿也疼，脚也疼。好，那边树多，我们过去坐一下吧。上来的时候，我怎么没觉得这么累？上山容易下山难，你不知道？生词： New words. 腿、疼、脚、树、容易、难。课文2，在打电话。Text 2. On the phone. 喂，你好，请问周明在吗？周经理出去了，不在办公室。他去哪儿了？什么时候回来？他出去办事了，下午回来。回来了就让他给我打个电话。好的，他到了办公室，我就告诉他。生词： New words. 太太、秘书、经理、办公室。专有名词： Proper nouns. 周、周明。课文3，在楼门口送朋友。Text 3. Parting at the exit of the building. 雨下得真大，你怎么回去？我送你吧。没事，我出去叫辆出租车就行了。那你等等，我上楼去给你拿把伞。好的，我跟你一起上去吧。你在这儿等吧，我拿了伞就下来。生词： New words. 亮、楼、拿、把、伞。课文4，在家。Text 4. At home. 你看我这么胖，怎么办呢？你每天晚上吃了饭就睡觉，也不出去走走，能不胖吗？其实我每天都运动。但是你一点儿也没瘦，你做什么运动了？做饭呢。生词： New words. 胖、其实、瘦。练习1，朗读下列短语和句子。Exercise 1. Read the following phrases and sentences aloud. 1，容易，很容易，不容易，容易写，上山容易下山难。2，楼，楼上，下楼，上楼吃饭。我上楼去给你拿把伞。3，瘦，很瘦，不瘦，有点瘦，你一点儿也没瘦。4，疼，很疼，不疼，
腿疼。我现在腿也疼，脚也疼。5. 拿钱，拿伞，拿书。我拿了伞就下来，